作為帕爾馬希亞嘅終極顯化，昌德桑加哈穆爾提 （Sanders Hamuthi）、查克拉達納穆爾提 （Chakradanamuthi）、古魯穆爾提 （Gurumuthi）、阿扎瓦魯達穆爾提 （Aswardamuthi）、我以帕爾馬德雅塔終極合一祝福你哋所有人。今日我俾你哋所有人古魯點化，驗帕爾馬希亞實相嘅點化。帕爾馬希亞從摩海拉薩傳出嘅直接信息，8條最強大嘅顯化原則。前一次共修我講解咗第1條原則，第一原則 Yebavim Tat Bhavti， 今日講第2條 Mano Niyama 馬諾尼亞馬心靈規範。聽好 Patanjali 喺瑜伽經入面話 Yoga Sila Vritinara， 瑜伽係紫色心智嘅波動。帕坦加利又話 Abhyasavarajabhyamtanara， 通過收集同唔執着止息呢啲波動。意思係通過持續嘅一致嘅引導思想，將你嘅思想對齊，能夠削弱舊有嘅模式，強化新嘅神經通路，並顯化終極。仔細聽，我俾緊你哋滋養心靈嘅方法。Manopasanam 馬諾波沙南滋養心靈，只滋養嗰啲有力量嘅思想，唔好俾你嘅心智自動駕駛。你嘅心智正喺自動駕駛。馬諾波沙南意味着醒嚟，有意識咁滋養嗰啲值得你投入精神能量嘅思想。馬諾波沙南係刻意咁培養同提升你思想嘅品質，佢唔係強迫積極，而係揀咩樣嘅模式值得你嘅關注。大多數人持續運行住負面對話、抱怨、擔憂、自我批評，最壞情況循環播放。Manopasanam 滋養心靈，由你注意到呢啲模式並阻止佢哋自動運行嘅嗰一刻開始，你持續思考嘅嘢會變得熟悉，熟悉變成期待，期待塑造你嘅現實。當你反覆咁諗呢個從來都冇成功過，你嘅大腦就將失敗當作常態。Manopasanam 唔係對抗思想，亦唔係強迫好心情，目標唔係消除負面思想，而係停止滋養佢哋。當一個思想出現，注意到佢，暫停，將注意力轉向別處，唔好同佢爭論，簡單咁揀一個唔同嘅焦點。如果你嘅心話呢個會失敗，唔好恐慌，溫和咁換佢，用一切都會好嘅換佢。或者我可以處理好，事情會順利嘅。溫和咁替換，呢個係關鍵詞，唔係對抗，唔係恐慌，唔係焦慮。理解，如果你焦慮、恐慌，敵人已經贏咗，負面已經得到咗佢想要嘅，所以唔好恐慌，唔好帶入焦慮，溫和咁替換。隨住時間嘅流逝，舊嘅思想會失去力量，因為你已經停止咗餵養佢。頭幾日會感到困難，因為你打破緊一個習慣。思想一開始嚟得更快、更響，咁即係你終於留意到佢哋啦。覺知總係喺控制之前到來，一致性比完美更重要。馬諾波沙南之所以有效，係因為你一次又一次咁返去佢，每一次轉念都削弱舊模式，增強新模式。所以請理解，每次你轉念，每個模式都會失去力量。每一次轉念都削弱舊嘅，強化新嘅。呢個就係 Manopasanam 滋養心靈。呢個係第2個方法。第3 Unclutching 唔執念斜線薩士巴瓦薩奇希巴雅觀照。奧義書話認識自我係戰車嘅主人，身就係戰車身。認識自性為御者，心意係韁繩，感官係馬匹，感官嘅對象係道路。所以理解唔執念就係唔作認同嘅觀察，成為觀照者、御者，而唔係被思想同情緒馬所控制。唔好俾馬控制御者，要俾御者控制馬。刺激同回應之間嘅間隙就係自由。聽好，刺激同回應之間嘅間隙就係自由。唔執念。三摩地
觀照者，所有呢一切直接令你顯化你想要嘅一切。聽好，第三個真理，薩士巴巴以觀照者身份觀看，唔作認同。喺你停止認同思想同情緒，單純以觀照者身份觀察佢哋嘅嗰一刻，佢哋就失去咗控制你現實嘅力量。薩克希巴雅就係觀察你嘅思想、情緒同情況，而唔俾佢哋貼上好或壞嘅標籤。喺呢種狀態入面，你並唔係試圖修正或者顯化任何嘢，你只係單純咁注意正發生緊嘅事，而唔做出反應。淡讓，唔執念自然發生。大多數人活喺自己嘅反應入面。一個念頭出現，佢哋相信佢；一種情緒升起，佢哋就認同佢。更糟糕嘅係，佢哋感覺嗰個認同定義咗佢哋嘅全部。薩士巴巴喺發生嘅事同你點樣回應之間，創造咗一個暫停。嗰個暫停就係真正控制嘅開始。當你停留喺觀照狀態時，思想失去咗力量。一個思想只有喺你去對抗佢或者同意佢嘅時候，先會顯得強大。如果你只係注意到咗佢，佢自己就會過去。你唔壓抑佢，亦唔餵養佢，你俾佢存在，而唔係俾佢你嘅力量。對境遇做出情緒反應會強化佢哋。保持喺觀照狀態會撤回注意力，而注意力係令模式持續存活嘅燃料。當你停止反應，境遇失去動力，自行改變。薩克希巴雅唔係超然冷漠或無感，你深深在意你嘅狀態，但你唔再坍縮入你嘅心智製造嘅每一個情緒故事入面。你完全感受到，但唔失控。你觀察，但唔認同。隨住時間嘅推移，薩士巴巴平復你嘅神經系統，壓力減少，你變得更加臨在、扎根，更少被自動反應所控制。理解。卡塔布爾書優美咁講到，因德里耶布雅帕拉哈雅哈亞塔馬特比亞集查帕拉姆曼納馬納斯圖帕拉佛佛亞特馬馬漢帕拉埃塔姆維納尼希坦普拉吉納納亞特曼南迪羅巴雅蒂塔斯雅布拉馬帕拉姆加蒂希爾維。感官之外係感官嘅對象，感官對象之外係心意，心意之外係智性，智性之外係偉大嘅亞特曼阿文。了知此者，變得穩定寧靜。彼之歸宿係至高之法。薩士巴巴通向唔執念。第四個方法 Purnat Vasparana 普爾納特雅斯普拉納圓滿輻射。你已經係圓滿嘅，停止從外面等待圓滿，你就係 Purna 圓滿，輻射你內在早已蘊含嘅圓滿。當你嘅內在慶祝完整時，宇宙會自我重組，匹配你嘅寧靜，你嘅確定性，明唔明？寧靜就係確定性，只有當你處於確定性中，你先會承載嗰份寧靜。停止等待你嘅願望到來，輻射徹底嘅圓滿。你嘅現實必須匹配你內在嘅豐盛。Purnat Vasparana 就係輻射圓滿嘅質，就好似你嘅願望已經實現咁活住。佢唔係假裝，唔係演戲，唔係否認當前境遇。佢係關於你住喺內在嘅咩地方。聽好，唔好否認外在境遇，亦唔好承認佢哋。只需要決定你想要嘅已經顯化，你正同佢同住。無論外在境遇如何，就算你試圖否認佢哋，你都係建立緊關係，婆媳關係。唔好否認，亦唔好承認。大多數人偶爾拜訪一下 Purnat 化狀態，然後翻去日常生活嘅舊身份入面。你要搬到 Purnat 化狀態入面，開始安住其中，帶住確定性。我話你知。讀啲往世書真係會幫你理解，你存在於平衡宇宙中。你知道喺一個宇宙入面，你已經完成咗處於 Purnat 化。如果你只係假設嗰個身份、嗰個爸爸、嗰個宇宙嘅身份，就會自然咁喺呢個宇宙中顯化。
呢個宇宙會重新組織，令你喺外部境遇中亦成為 Purna。Purna Vasparana 意味着你停止偶爾拜訪，開始永恆地、永遠地安住於嗰個狀態。願望變得安定，唔再興奮。你唔再問幾時或者點樣實現，你只係知道呢個就係你嘅存在方式。佢感覺已經處理好咗，已經完成咗，已經實現咗。理解？我話你知，當你見到佢已經完成嗰陣，你會採取正確、明智嘅行動。你唔會再努力幹活。所有苦幹就係少得可憐嘅真工作，加上大量嘅愚蠢。聽好，少得可憐嘅真工作加大量嘅愚蠢等於苦幹。當你確信你想要嘅已經完成，你會採取明智嘅行動。你會聰明咁工作。你唔會消除行動，但你會消除行動中嗰90% 嘅愚蠢。聽好，克里希納唔係唔行動嘅。克里希納並非無所作為，但佢嘅行動中冇愚蠢。當你知曉一切已經完成時，你唔會變得唔行動，但你嘅行動中將冇愚蠢。呢個意味住你99.99% 嘅行動將會被消除。而家你做緊嘅嗰啲，嗰99.99% 都會被移除。你會只做需要做嘅嘢。智慧嘅行動，行動出自 Purnavas 啞巴雅圓滿性。你好似一個確信事情總會成真嘅人咁行動，然後佢真係成咗。你唔會好似一個試圖去強迫別人嘅人咁行動。你亦絕對唔會愚蠢到將自己嘅腿綁起身，然後試住行路。你哋90% 嘅人都係將自己嘅腿綁起嚟行路。呢個就係所有混亂嘅根源。你正輻射 Purnava 嘅標誌係持續嘅內在慶祝同感恩，緊迫感減少，執念減少，心理談判減少。你唔再檢查跡象，或者從外部世界揾證明。你感到平靜，因為結果感覺係必然嘅。普納特雅斯普拉納完全改變你嘅內在對話，唔再係擔憂失敗，你嘅心智趨向穩定同自信。當舊嘅境遇同你嘅新狀態相矛盾時，你唔會恐慌。舊嘅境遇只係舊伯伯嘅回聲。你睇緊嘅係過時資訊，好多人誤解，以為呢個係假裝或者自欺欺人。聽好，假裝係緊張同強迫嘅。Purna Vasparana 係放鬆同尋常嘅，佢唔興奮，因為佢已經發生咗。隨住時間嘅推移，呢個狀態重塑你嘅行為、決定同反應。你認出機會，而唔係追逐機會。你期待尊重，而唔係乞求尊重。而家返去 Purna Vasparana， 你想要嘅已經發生咗，而家就安住喺嗰個狀態。我會俾佢為你發生。我祝福你哋所有